各位街坊，你哋花幾萬蚊請人睇風水，又擺晒乜嘢水晶嗰陣，銅葫蘆、貔貅擺件，但你有冇諗過，全世界最強嘅風水法寶唔使100蚊，就喺你樓下花店有得買。佢識呼吸，識生長，識同你屋企嘅氣場一齊跳動。佢有生命，而有生命嘅嘢先至可以養生命。我講緊嘅就係植物，但你唔好以為隨隨便便買盆花返屋企擺就有用。擺啱咗，佢幫你擋煞招財，旺丁旺宅。你間屋好似裝咗一個天然嘅能量淨化器。擺錯咗，佢日日喺度吸你嘅陽氣，散你嘅財氣，搞亂你嘅磁場。你仲以為自己命唔好，其實係你間屋嘅風水被你自己搞壞晒。今日呢條片，我要同大家講清楚，有5種植物擺喺屋企係真真正正可以改運嘅。你今日就去買，即刻見效。但同一時間有3種植物，好多香港人以為好靚好正，日日澆水打理，實際上係喺度養一盆毒藥。尤其係最尾嗰一種，我見過太多家庭中招，仲要完全唔知係佢搞嘅鬼。睇完呢條片，你唔使花1毫子請大師，自己就識得用最簡單嘅方法，將屋企嘅氣場調返正。好多人一聽到風水2個字，就覺得係玄之又玄、故弄玄虛嘅嘢。其實風水一啲都唔神秘，你將佢拆開嚟睇。風就空氣嘅流動，水就係水分嘅循環。風水講嘅係乜？講嘅就係你住嘅環境入面，空氣同水點樣流動，點樣影響住喺入面嘅人。呢個道理同現代科學講嘅居住環境影響身心健康根本係同一回事。而植物呢？植物係天地之間最奇妙嘅存在，佢扎根喺泥土入面，吸收大地嘅養分，呢個叫接地氣。佢嘅枝葉伸向天空，吸收陽光嘅能量，呢個叫受天氣。佢吸入二氧化碳，呼出氧氣，呢個叫化濁氣為清氣。你諗下，一棵植物同時做緊3件風水大師都未必做得到嘅事：接地、通天、化濁易經。入面有一個卦叫做井卦，講嘅就係養育萬物嘅道理。井水養人，樹木養宅。一間屋企有咗啱嘅植物，就好似打通咗一口井，源源不絕咁將天地嘅好氣引入你屋企。但如果你擺錯咗嘢，口井就變成咗一個漏洞，你屋企嘅好氣全部從呢度漏走，外面嘅邪氣反而循住呢個窿灌入嚟。你哋有冇留意一個現象？行入一間有好多綠色植物嘅屋企，你會覺得成個人鬆晒，呼吸都暢順咗。但行入一間乜嘢植物都冇嘅屋企，就算裝修得幾靚幾豪華，你都會覺得好似缺少咗啲乜嘢，有種冷冰冰嘅感覺。呢個唔係你嘅心理作用，係真真實實嘅氣場差異。有植物嘅空間係活嘅，冇植物嘅空間係死嘅。活同死之間嘅分別，就決定咗住喺入面嘅人運勢係向上定係向下。古人講，擇以草木為衣帽。一間屋企嘅植物就好似一個人嘅頭髮同衣服。你見過一個人頭髮烏黑光亮，衣着整齊，你自然覺得呢個人有精神有運氣。你見過一個人頭髮枯黃脫落，衣衫襤褸，你就知佢正行緊衰運。屋企嘅植物亦係一樣，佢哋嘅狀態直接反映住呢間屋嘅氣場，亦影響住住喺入面嘅每一個人。你哋一定會問，植物都係植物，點解有啲好有啲壞？呢個就要從五行講起。中國人講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呢5種元素唔係獨立存在嘅，佢哋之間有相生相克嘅關係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呢個係相生嘅循環。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
呢個係相克嘅制衡，你要明白呢個關係，先至明白點解唔同嘅植物喺唔同嘅位置會有唔同嘅效果。植物屬木，木嘅本性係生發、向上、跳達，一棵健康嘅植物。佢嘅木氣係舒暢嘅，好似春天嘅微風咁，令人精神爽利。但唔係所有植物都一樣，有啲植物木氣太盛，帶住火性。啲植物木氣不足，反而偏陰。有啲植物外形帶住尖銳嘅殺氣，有啲植物嘅氣味會擾亂人嘅神經希氹。你揀植物同揀朋友一樣，唔可以淨睇外表，要睇佢嘅性情。性情溫和、生機勃勃嘅植物就係你嘅良朋益友。性情偏激、陰陽失調嘅植物就會變成搞亂你屋企嘅搗蛋鬼。我研究風水命理幾十年，有個深刻嘅體會，好多人嘅運勢轉變唔係因為搬屋，唔係因為換工，而係因為屋企嗰盆植物換咗。有啲人買咗一盆好嘅植物回去，成間屋好似活咗過嚟咁，財運、健康、家庭關係通通好轉。有啲人貪靚，買咗一盆唔適合嘅嘢擺喺客廳，之後莫名其妙咁諸事不順。你以為係巧合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個世界上面冇巧合，只有因果。好，而家我逐樣同你講，邊5種植物係你屋企嘅守護神，擺喺屋企可以改變你全家人嘅運勢。第一種，萬年青。萬年青呢個名改得好，萬年就係長壽，青就係生機。你哋有冇留意？以前啲老一輩嘅人屋企門口一定擺一盆萬年青，呢個唔係得個樣好睇咁簡單。萬年青嘅葉厚實碧綠，四季常青，佢嘅木氣非常穩定，唔似開花嘅植物有盛有衰。佢嘅存在就好似一個中心嘅守衛，日日夜夜替你嘅屋企守住生氣。喺風水入面，萬年青最適合擺喺大門入口嘅位置。大門係一間屋嘅氣口，所有嘅運氣、財氣、人氣都係從大門進入嘅。你喺門口擺一盆萬年青，佢就好似一個篩選器，將外面嘅好氣引入嚟，將衰氣擋喺門外。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嘅，萬年青係首選。佢嘅氣場同長者嘅體質最為契合。老人家陽氣漸衰，需要穩定溫和嘅木氣嚟保養。萬年青唔似花朵咁張揚，佢溫溫靜靜咁散發一股沉穩嘅生命力，就好似一個經驗豐富嘅老中醫，慢慢幫你調理。你唔會即刻覺得有乜嘢大變化，但日子耐咗，你會發覺屋企嘅氣氛穩定咗，老人家精神好咗。呢個就係萬年青嘅功德。仲有一樣嘢好多人唔知，萬年青嘅葉片越大越厚，聚氣嘅能力就越強。所以你去花店揀嘅時候，唔好揀嗰啲葉片細細碎碎嘅品種，要揀葉片闊大、翠綠油亮嘅，葉面光滑代表氣場流暢，葉色深綠代表生命力旺盛。你揀植物要好似揀一個合作夥伴咁，揀一個精力充沛、穩重可靠嘅。第二種，富貴竹。竹係中國文化入面最有地位嘅植物之一，古人將竹列入四君子之一。梅蘭竹菊，竹排第3。點解？因為竹有3德，空心代表虛懷若谷，有節啲表做人有操守有志氣，常青代表百不撓嘅生命力。而富貴竹呢個名更加係直接了當，富同貴，一個管錢財，一個管地位。你擺一盆富貴竹喺屋企，就等於同宇宙落咗一張訂單 V。我要富，我要貴，但關鍵係擺喺邊度。好多人隨隨便便擺喺電視機旁邊嗰個位置唔啱。富貴竹最適合擺喺屋企嘅東方或者東南方。東方屬木，係富貴竹嘅本位，擺到佢如魚得水，木氣最旺。東南方係巽位，巽主風，亦主財。你喺東南方擺一盆水養嘅富貴竹，水生木，木氣旺盛，
財運自然會慢慢改善。有個好重要嘅細節，富貴竹嘅數量有講究。如果你係求財，擺5支，因為五行入面5屬土，土能生金，正之催旺財運。如果你係求事業升遷，擺3支，3係生數，代表生花香心。如果你純粹上屋企和諧平安，擺0支就夠。兩成對代表和合，千祈唔好擺4支4。喺廣東話入面同死諧音，你話你日日對住4支竹，心入面舒唔舒服？風水好多時唔係講玄學，而係講心理暗示。你嘅心舒服咗，你做人做事自然順暢。第3種，貴花，古語有云，神功節貴。一個人求書中舉叫做節貴，貴嘅諧音係貴，代表貴人、貴氣、富貴。桂花香氣清幽高雅，唔似玫瑰咁濃烈，亦唔似茉莉咁甜膩。佢嘅香味係一種令人心定嘅清氣。你行入一間屋，聞到淡淡桂花香，你會即刻覺得呢間屋好乾淨、好舒服。呢個就係桂花嘅氣場喺度運作。喺風水入面，桂花有一個好特殊嘅功能，引貴人。乜嘢叫貴人？唔一定係大官富豪，喺你困難嘅時候拉你一把嘅人，喺你迷惘嘅時候指點你方向嘅人，呢啲通通係貴人。一個人一生入面有冇貴人，好多時候決定咗佢嘅高度。桂花最適合擺喺客廳或者書房嘅西北方位。西北係崗位，代表男主人，代表貴人，代表天。你喺呢度擺一盆桂花，就好似喺你屋企嘅天位點咗一盞燈，照亮你嘅人脈。但記住，桂花要養活嘅，千祈唔好貪方便，買嗰啲乾燥桂花包擺喺度就算。乾燥嘅桂花已經冇咗生命力，佢嘅木氣已經斷咗，擺喺度只有形無氣，同假花冇分別。等陣我會講到假花嘅問題。第4種，艾草。講到艾草，老一輩嘅香港人一定唔陌生。每逢端午節，阿嫲都會買一紮艾草掛喺門口，話驅邪辟瘟。細個嗰陣，我哋以為呢個係迷信，大個咗先至明白，古人嘅智慧深不可測。艾草嘅氣味帶住一股辛溫嘅清香。現代科學已經證實，艾草燃燒嘅煙霧可以殺滅空氣。入面好多種細菌同病毒，你話古人識唔識微生物學？佢哋唔識，但佢哋觀察到，凡係用咗艾草嘅屋企，住喺入面嘅人就少啲病痛。佢哋將呢個效果歸納做驅邪，呢個邪字，你可以理解做邪氣，亦可以理解做病氣，本質上係一回事。艾草喺風水入面屬於純陽之物，佢嘅性質溫熱氣味，辛烈陰氣重嘅嘢最怕佢。你喺屋企種一盆艾草，又或者喺門口掛束曬乾嘅艾草，佢就好似一個結界咁，將陰濕邪氣擋喺門外。特別係有啲人住嘅樓層低，採光差，屋企長期陰陰暗暗嘅，又或者附近有醫院、殯儀館嘅街坊，艾草係你嘅必備之物。你唔需要大棵嘅，細細一盆擺喺窗台就夠。每逢初一、15，摘幾片艾葉放喺碟上面點燃，俾佢嘅煙喺屋入面繞一圈，呢個叫做熏屋。你會發覺熏完之後，成間屋好似透咗一口氣咁，嗰種翳悶壓抑嘅感覺會即刻消散。中醫入面有一句話叫做家有3年，艾郎中唔使嚟。呢個講法唔係誇張，艾草嘅溫陽之性確實可以驅寒除濕、暢通經絡。你屋企擺一盆艾草，等於喺你嘅生活空間入面放咗一個常駐嘅守護者，佢日日夜夜咁散發微弱但持續嘅陽氣，好似冬天嘅暖爐咁。雖然你唔會覺得燙手，但嗰股暖意係實實在在咁保護緊你嘅。尤其係秋冬季節，天氣轉涼，陰氣加重嘅時候，屋企有一盆艾草，你會覺得成間屋都暖咗幾分。
呢幾分嘅暖意，可能就係你同感冒之間嘅距離。第五種，蘭花，孔子講過，與山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即與之化矣。蘭花係觀自周，花係交子、牙僧、脫俗嘅象徵。喺所有植物入面，蘭花嘅氣場係最為精微嘅。佢唔似萬年青咁厚重，唔似富貴竹咁直接。佢嘅能量係一種好細膩、好溫潤嘅清氣。呢種清氣對人嘅影響唔係即時嘅，而係潛移默化嘅。你屋企擺一盆蘭花，日子耐咗，你會發覺自己嘅脾氣溫和咗，做事嘅思路清晰咗，同人相處嘅時候少咗摩擦。蘭花最適合擺喺書房或者主人房。書房係讀書思考嘅地方。蘭花嘅清氣可以幫助你靜心定神，提升判斷力。主人房係休息養神嘅地方。蘭花唔會好似其他花咁釋放過多花粉或者過濃嘅香味去擾你嘅睡眠。佢嘅存在係恰到好處嘅，但有一點要注意，蘭花嘅養護需要耐心同細心。佢唔似綠蘿咁隨便澆水就活，佢需要適當嘅光線、適量嘅水分、通風嘅環境。而呢個養護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修行，你照顧佢，佢回饋你，呢個就係天地之間最基本嘅因果關係。好，五大吉祥植物：萬年青、富貴竹、桂花、艾草、蘭花，全部講完。你而家可以攞張紙記低，聽日就去花店揀翻一兩盆適合自己嘅。但係千祈唔好煮，跟住要講嘅三種植物先至係今日最重要嘅內容。因為就算買齊晒五種好嘅植物，但屋企同時擺住以下呢三種嘅其中任何一種好嘅植物發揮唔到作用，功虧一簣。好似你日日做運動，但每餐都食砒霜，你話有冇用？我見過一個真實嘅例子，有一家人住喺新界，男主人做生意，5、6年前開始走下坡，投資乜嘢蝕乜嘢，老婆又經常頭暈頭痛，個仔讀書嘅成績一落千丈，佢請過好幾個風水師傅嚟睇，換咗幾次家私擺設都冇乜改善。後來有人介紹佢嚟揾我，我一行入佢屋企，第一眼就見到客廳落地窗前面一整排仙人掌，大大細細10幾盆，個個頂住密密麻麻嘅刺。我即刻同佢講，呢啲嘢全部要搬走。佢老婆就好唔捨得，話養咗好多年，而且仙人掌防輻射。我話你個電腦輻射未必防得住，但你全家嘅運氣就一定被佢刺穿晒。半信半疑之下，佢哋都照做咗，將仙人掌全部搬走，換咗萬年青同富貴竹。你猜點？3個月之後，佢打電話嚟話個仔突然好似開 Q 咗咁，成績追翻上嚟。半年之後，佢嘅生意都開始有起色，佢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呢個故事帶出嘅就係我跟住要講嘅第一種唔可以擺嘅植物。第一種，仙人掌同所有帶刺嘅植物。好多人以為仙人掌好打理，唔使點理，又話可以防電腦輻射，所以辦公台擺一盆，窗台擺一盆。呢個想法大錯特錯。你細心睇下仙人掌嘅外形，成身都係刺。喺風水入面，尖同刺代表嘅係煞氣。乜嘢叫煞？煞就係相害、衝突、對立。你屋企擺一盆渾身帶刺嘅植物，佢日日24個鐘喺度散發尖銳嘅氣場，好似一個永遠豎起晒武器嘅士兵。你同佢住喺同一個空間入面，你嘅潛意識會長期處於防禦狀態。呢個防禦狀態會令你變得點？脾氣大，容易同人起衝突，同家人講嘢都帶刺。你以為係自己工作壓力大？唔係，係你屋企嗰盤仙人掌將你嘅氣場搞到成個刺蝟咁。仲有仙人掌嘅刺喺風水入面叫做暗箭，暗箭傷人。你睇唔到但感受得到。
長期喺仙人掌嘅煞氣包圍之下，你嘅人際關係會越嚟越差，因為你嘅氣場帶住攻擊性，人哋靠近你就會覺得唔舒服，不知不覺就疏遠你。貴人唔嚟，小人倒係會嚟，因為小人嘅氣場同尖銳嘅煞氣係同頻共振嘅。除咗仙人掌之外，所有帶刺嘅植物都一樣，虎刺梅、玫瑰連花盆養嘅都計，帶刺嘅多肉。鮮切玫瑰放喺花瓶裝飾1、2日就算，但千祈唔好喺屋企種一盆帶刺嘅玫瑰。你以為係浪漫，風水上面叫做引煞入宅。我知好多人會話，咁我辦公室對正窗外面嗰棟大廈嘅尖角，人哋話擺仙人掌可以擋煞噃。呢個講法流傳好耐，但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你用一個大煞嘅嘢去擋另一個煞，結果唔係煞燒咗，而係兩股煞氣撞埋一齊，搞到你嘅空間更加混亂。真正擋煞嘅方法係用闊葉嘅綠色植物，佢嘅木氣柔和而有彈性，可以化解煞氣，而唔係同佢硬碰硬。記住，化解永遠好過對抗。第二種，夜來香同所有夜間大量散發香味嘅植物。夜來香呢種植物好特別，佢日頭靜靜地，到咗夜晚先至開始散發一股濃烈嘅香氣。好多人覺得好香好浪漫，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佢偏偏揀夜晚先至活躍？中醫同易經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日為陽，夜為陰。白天係陽氣當令，萬物生長活動；夜晚係陰氣主導，萬物收錢休息。一棵植物反其道而行之，喺陰氣最重嘅時候先至活躍起嚟。呢棵植物嘅性質就偏陰。你喺睡房擺一盆夜來香，夜晚你瞓覺嘅時候，佢喺度拼命散發香氣。呢股香氣表面上聞起嚟好舒服，但佢嘅成分入面含有一啲會刺激神經嘅物質。短期影響係你會瞓得唔安穩，多夢甚至發噩夢。長期落嚟，頭痛、心悸、血壓唔穩，通通會出現。你去睇西醫，佢話你自律神經失調，開啲鎮靜劑俾你食，其實你唔使食藥，你將嗰盆夜來香搬出睡房就得。從風水角度嚟講，人瞓覺嘅時候陽氣收騰，本身就處於一日入面最脆弱嘅狀態。呢個時候你身邊有一棵陰性植物喺度活躍，佢就好似一個趁你瞓着嘅時候偷你氣嘅竊賊。日子耐咗，你嘅陽氣會越嚟越虛，成個人面色蠟黃，精神萎靡，好似老咗10歲咁。除咗夜來香之外，含笑花、曇花呢類夜間特別活躍嘅植物都唔適合擺喺室內，尤其係睡房。如果你真係中意佢嘅香味，擺喺露台就好，千祈唔好帶入房。第三種，呢個係最多人中招、最隱蔽、最毒嘅枯萎嘅植物，乾花同假花。各位聽清楚，呢一點最重要。我頭先講咗，植物之所以係風水法寶，係因為佢有生命，有生命先有生起，有生起先至可以帶動你屋企嘅運勢。但一棵枯萎嘅植物呢，佢曾經有生命，而家死咗，佢嘅性質從生變成咗死，從陽變成咗陰。你將一樣死咗嘅嘢擺喺屋企，就等於喺你嘅生活空間入面放咗一個死氣嘅源頭。好多人屋企陽台嘅植物枯咗、黃咗，懶得清理，就由佢擺喺度。你以為冇所謂大件事？一盆枯萎嘅植物喺風水入面叫做衰敗之象，象者傷也。你屋企長期擺住衰敗嘅象，你嘅運勢就會跟住衰敗。呢個唔係玄學，呢個係心理學。你日日返到屋企，眼角掃過一堆枯黃乾癟嘅枝葉，你嘅潛意識接收到嘅信息就係衰死冇生機，日積月累，你嘅心態、你嘅精神狀態、你做事嘅剛勁都會被呢個負面嘅象慢慢拖落去。
更加要命嘅係乾花同假花。而家好多人中意喺屋企擺乾花、繡球花、滿天星、尤加利葉，一大束插喺花瓶度，影相打卡好靚。但你有冇諗過乾花嘅本質係乜？係一束死咗嘅植物嘅屍體，你將佢做成標本，保留佢嘅形態，但佢嘅生命力早就消失得乾乾淨淨。佢嘅存在係一種虛假嘅繁榮，睇落靚，實際上係死嘅。假花就更加唔使講，膠做嘅、絹做嘅、紙做嘅，由頭到尾都冇生命。你擺一束假花喺客廳，就好似用一個假人嚟代替真人做保鏢。佢有個形狀喺度，但佢保護唔到你任何嘢，反而因為佢嘅假同空，容易招惹陰氣依附。你哋諗下，假花最大嘅特點係乜？佢永遠唔會變化，唔會生長，唔會凋謝，唔會隨住季節而轉變。表面上睇呢個好似好方便，唔使打理，但喺易經嘅世界觀入面，變化就係生命嘅本質。天地之間，日月交替，四季輪轉，萬物生長收藏，呢啲全部係變化。一樣唔會變化嘅嘢就係死嘅嘢。你將一樣永恆不變嘅死物擺喺你嘅生活空間入面，佢就會喺你屋企製造一個停滯嘅磁場，你嘅事業停滯不前，你嘅財運原地踏步，你嘅人際關係一成不變。其實你有冇諗過，可能就係你客廳嗰束永遠唔會枯萎嘅假花搞嘅鬼。易經入面講，有其象必有其數。你屋企擺假嘅嘢，你嘅生活就會招嚟假嘅東西，虛情假意嘅朋友，或懷不實嘅機會，表面風光內裏空虛嘅局面。你以為自己睇錯人揀錯佬？唔係，係你屋企嘅假花已經預設咗假嘅磁場。所以記住一個鐵律，屋企嘅植物一定要係活嘅，枯咗即刻換，死咗即刻清。真花假花通通唔要，寧願買一束鮮花，每個禮拜換一次，都好過擺一束永遠唔會凋謝但永遠冇生命嘅假花。好，三大禁忌植物：帶刺嘅植物、夜間活躍嘅植物、枯萎假花，全部講清楚。我相信睇到呢度嘅街坊，好多人已經心入面有數，知道自己屋企有冇擺錯嘢。但我仲要講多幾個好重要嘅擺放原則，因為就算你買啱咗植物，擺錯咗位置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，甚至適得其反。呢個原則，客廳嘅植物要大葉、圓葉。客廳係一間屋嘅中心，係全家人聚集嘅地方，亦係接待客人嘅地方。客廳嘅氣場要求係聚氣，將好嘅氣聚埋一齊。大葉嘅植物好似一隻攤開嘅手掌，可以兜住流過嘅好氣，唔俾佢散走。圓葉代表圓滿和諧，係和氣生財嘅象徵，所以客廳最適合擺萬年青、富貴竹、金錢樹呢類葉片大而圓潤嘅植物。千祈唔好喺客廳擺一啲葉片尖細嘅植物，好似文竹、鐵樹之類，佢哋嘅氣場偏散偏離，唔適合需要聚嘅客廳。第二個原則，睡房嘅植物要少而精。好多人以為睡房擺多啲植物，空氣會好啲，大錯特錯。植物日間進行光合作用，釋放氧氣，但夜晚佢哋係吸收氧氣，釋放二氧化碳嘅。你喺睡房擺太多植物，夜晚佢哋同你爭氧氣，你瞓覺嘅質素自然差。從風水角度講，睡房係休息嘅地方，氣場要求係靜，植物太多，木氣太盛，反而會令人難以安眠。睡房擺一盆蘭花或者一小盆萬年青就夠，擺喺窗台嘅位置，唔好正對住床頭。第三個原則，廚房嘅植物要內熱內有煙。廚房五行屬火，火同木嘅關係係木生火，所以廚房擺植物唔係唔得，但要揀耐受嘅品種。最適合嘅係一小盆薄荷或者香草，佢哋既可以淨化油煙味道，
又可以隨手摘嚟煮成。呢種活用嘅植物，佢嘅氣場係流動嘅，對廚房嘅火氣有調和作用。第四個原則，大門口嘅植物要擋煞。如果你屋企大門正對住電梯、樓梯、走廊直路，呢啲喺風水入面叫做煞氣直衝。你可以喺大門兩側各擺一盆高大嘅萬年青或者富貴竹，形成一道天然嘅屏障。植物嘅木氣可以化解金屬嘅煞氣。記住，五行入面木可以化金，電梯、樓梯嘅金屬結構帶住嘅煞氣，經過木嘅化解之後，進入你屋企嘅就變成溫和嘅生氣。講完擺放原則，我要講最後一個好多人忽略嘅重點，植物嘅狀態就係你運勢嘅正子。你有冇試過屋企嗰盆植物突然間無端端枯萎？你明明有定時澆水，有充足陽光，但佢就係莫名其妙咁黃咗、蔫咗。呢個現象喺風水入面有一個講法，叫做替主受災。植物係有靈性嘅生命，佢同你住喺同一個空間，日日吸收同樣嘅氣場。當你屋企嘅氣場出現咗嚴重嘅問題，可能係外來嘅煞氣衝擊，可能係家人之間嘅矛盾積累到臨界點。植物作為最敏感嘅生命體，佢會首先承受呢股負面嘅能量。佢枯萎咗，就好似替你擋咗一劫。所以如果你發覺屋企嘅植物突然枯萎，唔好只係覺得養唔生嘅。就算你要留意下自己同家人最近嘅狀態，係咪有乜嘢唔對路，將枯萎嘅植物清走，換一盆新嘅，同時反省一下屋企嘅氣氛同自己嘅心態。相反，如果你屋企嘅植物長得特別茂盛，葉片油亮翠綠，甚至開出靚嘅花，恭喜你，呢個代表你屋企嘅氣場非常好，運勢正處於上升期。你同你嘅植物係互相加持嘅關係，你養佢，佢養你。各位聽到呢度，我希望你哋明白一個道理，風水又唔係求神拜佛，唔係燒符念咒，真正嘅風水係順天應人，順應自然嘅規律，去營造一個適合人居住嘅環境。植物就係大自然送俾你最好嘅風水工具，佢哋唔使你花大價錢，唔使你搞乜嘢複雜嘅儀式，你只需要揀啱嘅品種，擺喺啱嘅位置，用心照料佢，佢就會用佢嘅生命力嚟回饋你。易經講生生之謂矣，乜嘢叫生生？就係不斷咁生長，不斷咁變化，不斷咁創造新嘅可能。一間屋企入面有活嘅植物，呢間屋就有生生不息嘅氣場，住喺入面嘅人精神會好，身體會健康，做事會順利，因為你同天地嘅生命力接通咗。但一間屋企入面擺滿假花、乾花、帶刺植物、陰性植物，呢間屋嘅氣場就係停滯嘅、衰敗嘅、充滿衝突嘅。住喺入面嘅人運氣差到你以為係自己命唔好，其實係你嘅居住環境出咗問題。你今日就可以做3件事。第一，巡一次屋，將屋企所有枯萎嘅植物、假花、乾花、帶刺嘅植物揾出嚟，通通清走。清嘅時候心入面默念，舊嘅唔去，新嘅唔理。呢個係斷捨離嘅第一步。第二，去花店買翻一盆適合你嘅植物。如果你係想求財，買富貴竹擺喺東南方；如果你係想全家健康長壽，買萬年青擺喺大門入口；如果你係想改善人際關係，引貴人，買桂花或者蘭花擺喺客廳西北方或者書房；如果你屋企陰氣重，成日覺得唔舒服，買一盆艾草擺喺窗台接受陽光嘅地方。每一盆植物都有佢最適合嘅崗位，擺啱位置先至可以發揮最大嘅功效。第三，用心養護，唔好買咗就唔理，每日花2分鐘睇下佢嘅狀態，澆適量嘅水，有陽光嘅時候俾佢曬吓。
你對佢付出幾多，佢就回報你幾多。呢個同做人一樣，你真心待人，人就真心待你。我成日同人講一個道理，風水嘅最高境界唔係請大師擺陣，而係自己活成一個好風水。你嘅心態正，你嘅行為端，你對家人好，你對身邊嘅人有善意，你嘅氣場自然就會吸引好嘅嘢埋身。植物只係一個輔助工具，佢可以幫你放大好嘅氣場，但如果你自己嘅心毀咗，你就算擺滿成屋富貴竹都冇用。所以真正嘅改運係由心開始，你嘅心正，植物嘅氣場就會同你嘅正氣共振，越養越旺。你嘅心邪植物都會幫你唔到，因為佢同你嘅頻率夾唔埋。古人講正心、修心、齊家，呢個次序唔可以亂，你先正咗自己個心，再用植物去修整你嘅居住環境，最後你全家嘅運勢自然會齊齊上升。最後我送俾大家一句話：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菩提。一盆植物睇起嚟微不足道，但佢入面蘊藏住天地嘅造化，你識得用佢，佢就係你嘅福星；你唔識得用佢，佢就係你嘅災星。各位街坊，聽完呢條片，你而家即刻行去望下你屋企嘅植物，如果有需要清走嘅，唔好猶豫，即刻動手，然後喺下面留言區告訴我你屋企而家擺咗乜嘢植物，我可以幫你睇下，啱唔啱？記住呢條片你一定要分享俾你嘅家人同朋友，尤其係嗰啲屋企擺滿假花嘅人，可能你嘅一個分享就幫佢哋避開一場大災。